大家好，今日溫泉蛋帶大家嚟到淘多多，睇下有咩超值抵買嘅貨品同新奇有趣嘅產品，真係大開眼界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荃灣淘多多位於沙咀道，就喺大鴻輝中心對面。門口嘅洗碗海綿只係賣2蚊咋，我哋落樓下睇睇。樓下好大啊，平日都唔少顧客。仲有手推車，有種行超市嘅感覺。我哋睇下有咩超值家品。呢一大桶濕紙巾只係賣20蚊咋，仲可以試用，感覺幾濕潤。呢邊仲有好多一包包嘅濕紙巾，價錢係8蚊至12蚊，細細個蚊拍20蚊。密封保鮮盒都係5蚊，10個衣架都只係7蚊，都幾實淨。有藍色、粉色、綠色，仲有毛巾剃鬚刀都係幾蚊雞，鋼絲清潔球同埋銀絲抹布都係2、3蚊。50個衣夾只係9蚊。仲有潔廁用品，一次性毛巾、西裝掛袋、針線，呢啲掛鈎只係1蚊3蚊。吸濕器、除臭劑、清潔劑，呢個摺疊式凳仔好得意，只係賣15蚊。呢支不鏽鋼夾都只係10蚊12蚊，幾好用㗎。仲有拖鞋，我哋睇下收納用品。可摺疊鞋架69蚊，可以放5對鞋。呢啲細兜最啱放啲濕星嘢。多數由幾蚊至10幾蚊不等。烏衣籃，細細張嘅摺疊台凳仔。再嚟睇下電子產品，智能手錶由99蚊至300幾蚊。呢款先78蚊咋，仲有微信支付寶支付功能，都幾抵玩喎。充電線、充電器，30零蚊嘅藍牙音箱，20零蚊嘅手持吸塵器同扭螺絲嘅電鑽，額頭探熱槍只係18蚊，試過都幾好用。另一邊仲有唔同款式嘅滑鼠同鍵盤。最低19蚊就有交易，仲有攝像頭、滑鼠貼。USB 手指同 SD 記憶卡都有。自拍棍18蚊已經有交易，非常適合旅行帶去打卡。耳機、充電線、手機保護貼紙係10蚊15蚊，手機架、手提電腦架。
尿袋都好多款啊，鬧鐘、自拍遙控器、觸屏筆、燈泡。過嚟睇下家庭電器，99蚊嘅迷你洗衣機。吸塵器、風筒。呢部掃地吸塵機細細部，自己識走嚟走去掃地，好得意。風扇仔。呢把大風扇可以上下左右搖頭，仲有遙控，賣278。隔離嗰部高身嘅158，仲有貴啲嘅款。呢啲風扇仔放喺台面吹就啱晒啦。仲有煲水壺、電飯煲、各款按摩器。89蚊至200幾蚊嘅按摩槍。過嚟睇下廚具，有生果刀、菜刀、平底鑊。呢個迷你砧板都只係12蚊。再嚟睇下五金用品，有鋰電池、鉗。呢個31合1多功能螺絲批只係賣9蚊。仲有水龍頭配件、花灑軟管、花灑頭都有。再嚟睇下文具，好多筆記簿，4蚊已經買到。塗改帶3蚊，膠紙、漿糊、放大鏡、皺紋膠紙3蚊已經買到。再嚟睇下環保袋布袋，午餐袋7蚊8蚊，有啲款式幾靚，都只係5、6蚊。真係琳琅滿目，連食物飲品都有啊！有一包包嘅零食、茶包、飲品，睇下化妝用品，紮頭髮嘅橡筋。化妝鏡，仲有行李箱、地氈、防滑墊、枕頭都有。膠水3蚊起，真空壓縮袋、竹筷子、一次性杯碟、鉸剪、藥油、香薰、棉花棒、寵物零食，連廣東絲苗米都有得買，只係20蚊。淘多多隔離仲有日日淘，真係競爭激烈。記得點讚留言分享我嘅影片，多謝晒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